你应该也饿了吧？哎，我刚洗的水果啊。来，那个，还有蛋挞哦。谢谢。哎，你赶快吃啊，不要再忙了啦。开动，开动。有刀叉吗？不然怎么吃？啊？当然用手啊，你不知道吗？用手吃才好吃。还是你要？那吃吧。哦，谢谢。非常吃。炸鸡还很多哎。你不吃吗？你吃就好。I'm flying to the moon with you tonight. 那谢谢。不会。哎，哎，谢谢你今天陪我到这么晚呢。怎么会？我也玩得很开心哎。那就好。下次如果有这样的聚会，可以再约我啊。找你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下次就直接约你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希望你得到希望，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一些阳光。当你受了一点伤，至少有我凝望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心中。天气这么冷，为什么没穿外套啊？怎么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我只想找人说说话。来啦，你说。越来越讨厌这个家，越来越讨厌我爸，真的有种快要受不了的感觉。他们只在意我的成绩，只在意别人怎么看我，现在还在我手机上装定位。他们可能只是担心你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天黑，表示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。
希望你得到希望，为你心房那扇窗洒下。你怎么来了？干嘛？我觉得你刚刚那个表演很棒。坐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昨天一整天都联络不到你，想说你是不是还在生气？哼，我最近都在忙练团的事情呢，而且我怎么可能生你的气？不行，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当面道歉。我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心情不好，然后迁怒于你。怎么了？我觉得我也有不对，我们两个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，我也不知道原来你压力那么大，所以以后有事就告诉我好吗？我不想变成像这次这样子。如果吵架，那就和好，和好再吵架，然后再和好就好了。干嘛？那我们现在和好了，又可以吵架了吗？什么啦？无聊。你刚有一段我很喜欢，我知道你在说哪一段，是不是这段？对吗？那我们一起唱。Hello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天黑，要是会天亮。嘿，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希望你得到希望。老板，老样子，2份麻吉烧，谢谢。今天蛮饿的，还有什么？好，等我一下。老板，那个麻吉烧帮我改1份，然后再加1杯红茶，然后帮我送一下菜单。怎么不接？没事吧？我们大家去走走，好不好？当然好啊，你想去哪？离开这里，哪里都好。好。来麻吉烧跟红茶哦。谢谢。谢谢。只要撑得起才好吃。对。这里。重心就要往哪里倾 OK。好来啊，这样是哪一脚？这样对。看你习惯。好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哦，1、2、3，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可以吗？没想到你会带我来这里啊！想说带你来运动一下啊，转弯了，那可以吗？行啊，来啊，身体要往这边倾哦。
你要确定了？有。不想要只能躲在雨土里，爱给的选择不是唯一。你有没有怎样啊？就让我们在一起。怎么样？不行啊！再试试。